歡迎嚟到 YouTube Channel Reggae Mason。今日就同大家講下點樣由呢個嘅 Pavo 國際機場去到呢個 Pavo 嘅市中心。Pavo 國際機場離開市中心大約18公里。如果你搭的士咧，就需要約20分鐘嘅時間，25至到30歐羅。如果你搭巴士嘅話咧，大致上係需要半個鐘，費用咧就係2蚊歐羅嘅。今次我哋講點樣搭巴士，所以咧首先要揾到個巴士總站先。你離開機場嘅離境大堂前面就有一個嘅斑馬線，過咗斑馬線咧嘅右手邊就有一個大嘅停車場，喺個角落嗰度咧就係嗰個巴士總站啦。Pavo 嘅巴士都係單層嘅，有大型有小型，呢個屬於大型嘅。你可以俾呢個嘅巴士卡，咁呢個機器上邊嘟一下，或者俾呢個嘅現金都可以嘅。司機喺收取現金之後咧，就會俾一張收據你，請你保留收據，因為你可以咧喺90分鐘之內轉乘其他嘅巴士，但係要將嗰張收據咧係俾司機檢查嘅。成人票價2歐元，5歲或以下小童免費，12歲以下小童半費。晚上9時後車費就係會3歐。機場有2架巴士係去呢個嘅市中心，一架咧就係612，係去呢個嘅碼頭區，另外一架咧就係去呢個嘅舊城區，係613。但係如果你用 Google Map 想睇下用612定613咧，你會發覺咧係冇呢個嘅資料嘅，係只有呢個嘅私家車嘅路線同埋行人嘅路線。咁我哋會介紹一個應用程式係 Roam to Rio。喺 iPhone 同埋喺 Android 都係有嘅。咁你安裝咗之後，打開呢個程式咧，你就會見到上面個畫面噶啦。咁你喺最頂嗰格咧，就輸入呢個嘅 Pavo Airport。咁跟住咧，你就喺下邊嗰一格咧，就係輸入你要去嘅地方。譬如今次就係 Louis Vuitton's Hotel。咁你跟住就係撳嗰個粉紅色掣，佢就會幫你揾條路線出嚟噶啦。咁咧，我哋就係搭巴士嘅，下邊都有的士等等嘅資料。咁巴士咧就會話俾你聽係612。咁咧，你當你去 click 入呢一個嘅612，咁你發覺有20分鐘嘅時間係去到嗰度嘅。咁你再篤入去咧，你就會見到唔同嘅班次啦。而最頂嗰個粉紅色嗰度咧，就可以改嗰個日期嘅資料。咁你再出翻去啦。咁你可以就係睇一睇佢嘅下邊行路嗰度，咁咧佢都有嗰個嘅資料係教你點樣行嘅。只要你去到最嬲尾嗰度咧 ，Get Directions 嗰度篤一篤，咁佢就咧會跳翻去嗰個嘅 Google Map 嗰度，就會教你嗰條行嘅路線噶啦。由於上面個應用程式 Roam to Rio 佢嗰個嘅巴士時間並非實時，所以我提議大家咧可以裝多一個嘅應用程式，就係 Cyprus Bus。呢一個嘅 Cyprus Bus 嘅應用程式係非常之有用，日後咧我哋有機會會再同大家係講解一下嘅。當你開啟呢個 Cyprus Bus 嘅應用程式，你就可以喺下嘅左邊有個叫 Line Schedule 嗰度嘅，咁你就推一下。咁到去裏邊咧，由於我哋又要揀612巴士啦，你就去一路咧係碌下落去，碌落去，直接揾到612為止。咁我哋撳入去612，你就會見到咧612巴士喺唔同巴士總站出發嘅路線。咁我哋就揀係第2個係由呢個 Pavo Airport 去到呢個 Tombs of the King 嗰邊嘅。入到去你就會見到由 Pavo Airport 總站開出嗰個分站嘅名稱。咁而家我哋就撳一撳 Pavo Airport 嗰個站名。入到去你會見到有2架嘅612咧，係將會到達呢個嘅總站。咁由於我哋係去 Tombs of the King 所有嘅總站，所以我哋應該係要睇第2個嗰個嘅時間啦。咁即是話咧，下一班車係要等到45分鐘之後先會嚟到啦。你出翻去喺上邊最頂嗰度撳一撳個 Map 嗰個掣，佢就會咧顯示呢個嘅612巴士嗰個嘅行車路線噶啦。呢個地圖係會以藍點顯示你所在嘅位置，咁你就可以好清楚知道自己咧係去到邊一個站噶啦。出
翻去612巴士由巴福機場總站開出嘅巴士路線表，撳一撳右上角嗰個嘅 schedule， 咁你就會見到當日喺巴福總站開出嘅612巴士各個嘅時間。希望以上嘅資訊對你哋有幫助，祝你喺巴福市旅程愉快。